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6月16日，诗篇23篇第1节到第2节安尼讲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。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带我伫安静的水边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无所欠缺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照顾阮、引带阮、保护阮，搁互阮通安歇伫你内面的大牧者。你是伫阮欠缺的时，赏赐青翠草坡，互阮通饱足的供应者。你是伫阮心灵空虚焦燥的时，互阮无过喙焦的活命水泉。为着安尼，阮要感谢你无煞。主啊，阮亲像羊，常常会行迷路，总是你牵阮转来。伫阮心灵忧伤、夜深的时，你抱阮伫你的胸前，安慰阮、扶持阮。伫阮肉体受伤、病痛艰苦的时，你医治阮，互阮得到复原。主啊，因为你是阮的牧者，所以我要欢喜快乐来互你引带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和华是咱的牧者，咱就无欠缺。愿咱每一天拢来亲近伊，互伊引带咱头前的路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